好啦，終於抵達啦，雙坑啦 Homestay。Anson de Thailand 2026揸電單車點可以冇醒神女伴虎標呢？卡布，哦係喲 ，hello，hello。離開 Pret 市中心大概20分鐘嘅車程呢，就可以嚟到呢一個我可以講係世外桃源嘅一間小 resort， 會住2晚嘅。呢個公用空間行過嚟少少就係我房間啦。好，入去睇一睇。睇啦，好闊嘅一間房啊！而且我最中意呢就係冇錯啦，呢一個 corner 就係見到出邊好靚嘅樹。當然啦，我 book 呢一個所謂嘅 twin room 咧，係因為佢嘅房型裏邊咧最平啊，所以就 book 2晚，非常之正嘅一個住宿 ，very nice。我房間喺嗰度，廁所喺出邊嘅。OK 好乾淨啊，好有 feel 啊！呢個公共空間。睇下出邊嘅景係真景嚟噶，哎呀，收成咗添，呢個位真係好靚，哇！真係超中意大門嘅呢個位啊，尤其是呢棵大樹，勁靚，勁舒服，出邊仲有庭院嘅。呢個 BBQ 個位好靚喎，哇！呢個小艇喺度飲嘢相當正喎，呢度都係一樣啊。出邊呢度仲有一個空間可以俾你傾偈、飲嘢、食飯。你自己有一個 steakhouse 啊，經營咗，好舒服啊！呢一個 coffee house。經營者係一位60幾歲嘅美國人，當然已經嚟到帕府呢一邊呢就定居噶啦，所以同個太太就建立咗呢一片嘅樂園，相當靚，而且佢嘅房呢係得4-5間嘅啫。咁啊，週末時間呢就會 full，不過我 book 嘅時候呢就係平日嚟嘅，基本上都係包場嘅。呢個地方非常舒服，hea 咗一陣之後，當然梗係肚餓啦。附近都有啲餐館嘅，不過就需要揸電單車出去啦。好，到咗呢一個地方可以食啲嘢，吞吞 OK 喎呢一個。個 feel 幾得意啊，好似會有唱歌嘅喎喺度。哦，佢最得意嘅地方咧就係樓下嘅嗰啲地方，得意喎呢邊。佢係咁樣嘅，然後咧就你落去，然之後落去唔滑嘅，但係 OK， 而且唔深添。啲水好乾淨下喎，講真，呢一個令我幾驚訝下嘅。OK， 好得。午餐時間，所以咧呢邊竟然午餐時間冇人咯，又係包場嘅好時候，至中意包場啊！吸半吸，吸波。呢間河畔餐廳距離住宿大概10分鐘嘅車程，咁我覺得環境唔錯嘅，而且啲嘢食都算有水準，價錢上呢大概100泰銖，嘥氣度都 hea 咗成日啦。當初諗到要租呢一間嘅住宿呢，最主要都係俾自己 hea 嘅啫，即係放慢自己嘅速度。當然都有做啲嘢嘅。我喺呢一間住宿呢，3日2夜，其實有剪下片啦，或者係靜思幾個啦，去規劃一下究竟接落嚟應該做啲乜嘢。好快黃昏嘅時間，其實都幾靚嘅。呢邊直接食晚餐，呢個係我嘅晚餐啊 ！Cheers！ 今日都係包場包景。有時啲朋友會問我，一個人究竟悶唔悶呢？會唔會係好無聊呢？有時會嘅，咁但係同自己相處嘅時間可以諗更加多嘅嘢，當然唔會係一世噶嘛。
朝早嘅時間呢一邊一片綠野油油，真係非常舒服，因為周圍都係稻田嚟嘅。好啦，好耐冇做運動啦，做個運動先。朝早時間食個早餐，嘆杯咖啡。兩日一夜終於結束啦，冇錯，而家呢個時間係時候上山睇下山上嘅風景如何。Let's go， 拜拜。好喎，咪應該俾佢過先呢？我應該 Let's go。好靚啊！半路有一個好大磚嘅佛。到此一遊，到此一遊。繼續出發，呢個距離我住宿呢，大概係10分鐘嘅車程嘅啫。OK， 繼續前行。喺路上呢，就會有一啲餐廳嘅，即係好靚景嘅餐廳啦。不過大部分都係晚上先開嘅。好靚啊！呢度，哇！呢邊嘅視野已經係好遼闊啦。我嘅咖啡好 OK 喎，又分兩個 part， 呢度有一個 part。本來諗住淨係飲咖啡嘅，但係太肚餓啦，呢邊太好啦，有烤菜食。Good。啲屋頂係阻住晒啲景嘅，但都 OK， 呢度可以飲杯咖啡。呢度飛 drone 跟住個，哇不得了真係。啦，我都啦，但係咁早就唔知有冇得 check in 啫。講個 parking 先。確實幾靚喎，呢個地方好唔錯喎。究竟有幾唔錯呢？好啦，下集再同你分享。